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1月11号。今仔日的经文同款是诗篇78篇，要请大家家己读，因为介长吼，无放伫即个文字的资料内底。旧约是耶利米31章31节到34节，马太福音24章29到35节。今仔日呢，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新约甲应允。圣经甲咱讲上帝甲以色列人立新的约定啦，吼，这是新的，甲旧的无关吗？真个福音派的神学的主张理论讲新约甲基督徒甲基督的救恩无关啦，吼，甲福音无关吼。因认定旧约是甲以色列人甲犹太教有关吼，是属于因的啦，吼。因也主张讲新约圣经对现代人来讲是祝福甲应允因为安尼因着鼓励因的信徒只有读新约，特别是福音书啦，吼。咱要来思想一个新约甲应允的关系啦，吼。有几个角度要来甲大家三角来思考吼，因为咱一般认为讲新约指着今仔日圣经内底的新约圣经。第一个咱要来思考啦，吼，既然讲新，就是因为有旧做基础，无有旧哪会通讲有新呢？吼，这是第一个问题，咱要来想的吼。既然是安尼，新约既然是互咱接受成做福音的根本的经典的时阵，牧师想要请大家来想，牧师要问啦，咱的旧伫倒位啦？旧约圣经敢不过是咱新约圣经的前身吗？吼，既然是安尼时阵，就一定伊的重要性、必要性，因为其中有上帝的启示，有先知的预言，也有上帝的应允伫内面。吼，这是第一点啦，吼。第二点就是讲，新约是上帝赏赐互咱的福音的时阵，那安尼咱必须爱来思考新约存在已经偌久，已经2000几年，陆续来成书啦，吼。那照年过来讲，2000几年的新约，即摆应该是旧啊，敢毋是？照年代来看，咱来用年代就来否定伊的新约的特质，当然毋是安尼啦，吼。咱袂当去否定新约对咱的重要性的时阵，咱要安怎会当否定旧约？甲咱无关系呢？旧约嘛是上帝所赏赐有伊的应允，有伊的即个互咱的祝福启示伫内底，敢毋是安尼？第三个角度就是咱今仔日的经文耶利米书中间提到，上帝甲以色列人立新的约。等一下，耶利米书立新的约，咱想一下，想好势。耶利米书是新约啊，旧约啊？耶利米书当然是旧约啊，安怎会有新的约呢？咱若要甲旧约拢总否定掉时，即个咧讲的新的约的概念，咱就失去啊，吼。所以伫耶利米书所提到，上帝甲以色列人立新的约，是讲着遮的以色列人已经袂记即上帝带领因出埃及的恩典，上帝赦免因，互因会通过一摆转来到伫上帝面头前，甲上帝定心立约。这就是福音的精神，敢毋是安尼？所以咱会记住，这个定心立约，并无违反着旧约咧预言迄个上帝原本的应允。
英文咱对圣经的了解应该是旧的啦吼，因为头前英文才有后壁的成就嘛吼，所以英文是指着新的未来的代志。那新的约定，这个新约目的是要带领基督徒，还是讲带领以色列人，带领一切军队的人，倒转来伫旧约的应允的基础，就是上帝本身。所以上帝要赏赐以色列人，赏赐互基督徒，赏赐互所有军队伊的人的应允，就是这个基督所带来福音。这个福音就是包括其他所有的族裔。这甲咱讲着所有相信并且愿意军队上帝的人，拢通好进入伫上帝应允内底。因为这个蒙恩得救的人，就是军队了上帝，上帝就带因进入着咱人生的西奈山，甲上帝会面的所在啦吼，西奈山咱的迄个概念。因为咱会记咧旧约的中间出埃及记，以色列人有60万出埃及，其中有其他的族裔啊。所以意思是讲，所有军队上帝人，拢会当进入伫迄个应允内底。马太福音24章29节到35节，讲着人拄着困苦，得真紧就会消失，互咱阁会当再次进入上帝的应允内底，会通得到伊的救恩。耶稣基督安尼明白讲，伫35节伊讲：天甲地要毁无，我的话袂毁无。伫圣经角度来看，天地要消失，苦难要消除，基督徒凡事相信上帝的人，拢要得救，因为上帝是无改变的。对于创世到启示录，对于起初到落尾，对于过去到现在，对于有应允到新约的实践，世世代代的人拢要消失，还是讲有诶已经拢消失去啊？只有上帝甲上帝的话袂消失，这是耶稣讲的话。咱所面对的有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有旧约、有旧的，有古老的，有现代的，有迄个未来的，也有未来的。这对上帝来讲，每一秒拢是现在。因为上帝现在就甲咱三甲伫地，保守咱，看顾咱。后一刻，明仔载，或者是有人已经会先离开，但是上帝现在也永远甲咱三甲伫地。新约就是为着旧约的存在，新的约定就是要互咱带咱倒去伫上帝的应允内底，这是袂改变的，因为咱所倚靠的上帝是袂改变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11月11号。今天的经文一样是诗篇78篇，一样的是经文很长，所以没有放在这个文字版里面，就请大家自己来研读圣经。旧约方面是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马太福音呢24章29到35节。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是新约与应许。上帝与以色列人立新的约定，这是新的。那跟旧约没有关系吗？跟旧的没有关系吗？就福音派神学的主张，他们认为旧约与基督徒与救恩无关，与那个福音无关，因为他们认定旧约是有关于以色列人的，是犹太教的。他们也主张新约圣经是对现代人说是一个
赐福与应许，所以呢，他们非常积极的主张，他们的信徒就读新约就好了，特别是要读福音书了哈。那关于这个新约跟这个应许，我们要来思想一下。一般来讲，我们认为新约所指的就是新约圣经哈。是今日的新约圣经，就我们说的就新旧约全书里面的后面版。那我们从几个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个主题。第一个，有新必有旧，没有旧哪能称为有新的呢？既然如此的话，新约既然是被我们接纳为福音的根本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想一下，牧师要请大家来想，牧师要问我们的旧的根据在哪里？旧约不就是新约的前身吗？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要非常重视它，因为它很重要，因为它其中有启示，它其中有上帝借着先知赐给我们的预言，有上帝的应许。第二个角度，新约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福音，那么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下新约的成书当然是慢慢成型的哈，大约是在2000年前哈，2000多年前，以年资来讲，这个年代久远的新约，不是就是旧的吗？就年的概念来看了那我们就因为年代久远就否定新约的重要性吗？当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又能够如何否定上帝在旧约当中的应许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第三个，我们今天的旧约的经文耶利米书提到了上帝与以色列人立新的约。等一下，耶利米书立新的约，耶利米书是旧约还是新约啊？当然是旧约啊，怎么会有新的约？新约并不是在指圣经的新约27本，不是，是讲上帝跟人的关系。在耶利米书当中所提到的立新的约，是在指这一群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忘记了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救恩。这一群以色列人违背了上帝，离开了上帝，所以上帝赦免他们，让他们再一次的回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重新立约。这正是福音的目的，不是吗？切记，这新约的概念跟应许并没有相违背，没有违反的新约没有违背上帝原本的应许的概念。应许是我们从圣经来了解，是说应该是旧的，因为之前有应许，然后后面这样才有新的所谓的实践。应许是指新的方向而论，那新的约定的新约的目的是要怎么样？不是要得到一个新的宗教啊，新的信仰啊，新的理论的，不是。这个新约的目的，耶稣基督的目的是要带领基督徒带领以色列人回到原来上帝的应许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基础。那个应许的基础就是上帝，因为上帝赐给以色列人，赐给基督徒，赐给所有跟随他的人之应许，就是基督所带来的福音与救恩。这福音就是要带领所有凡是相信的人能够进入应许。
那什么是凡是相信呢？我们还记得出埃及记，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总共有超过60万人一起出埃及。那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其中包括了其他族裔的人。这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信息：所有愿意相信并决定要跟随上帝的人，都可以一同进入上帝的应许里面。以色列人，你可以说是旧约的了哈。那其他的族裔是新相信的人，你只要愿意相信，就可以进入哈。因为这一些蒙恩得救的人跟随了上帝，上帝就带领他们到我们这个人生的西乃山。我们说西乃山是上帝跟人会面的地方，他重新与我们立约，来领受他从前就已经应许的恩典。OK， 马太福音24章29到35节也提到，人遇到了苦难呢，即将很快的消失，让我们再一次的进入这个应许，就得到这个救恩得到救恩。那耶稣基督这样子对门徒说：天地要消失，我的话却永不消失。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天地要消失，苦难要消除，基督徒相信上帝的人都要得救，因为上帝是不改变的。从创世到启示录，从起初到末了，从过去到现在，从应许到新约，世世代代都有人要消失，时间也在消失，唯有上帝跟上帝的话不会消失。我们所面对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有旧的，有古老的，有现代的，有未来式。但对上帝来说，时间上面的每一秒都是现在，因为上帝现在就与我们同在，保守看顾我们。下一刻，明天，或许有人已经离开了，但是上帝现在仍然与我们同在。新约就是为了旧约而存在，新的约定就是要让我们回到上帝的应许，就是那个不改变的应许，因为上帝是不改变的。